歡迎收睇《黃金獵殺線》，帶你直擊金市最血腥嘅獵殺過程。各位朋友，過去呢個月市場所有篤目光幾乎俾中東完全吸走晒，但就喺你望住戰火嘅同時，一個更恐怖嘅風險喺我哋隔籬悄悄發酵。日本呢個全球第4大經濟體正一步一步走向屬於佢哋嘅雷曼時刻，而呢件事嘅後果好可能會直接改寫你未來5年甚至10年嘅財富軌跡。時間翻到2026年3月24號，日本財務省私下下咗東京幾間大銀行嘅石油交易部門，發出一個極之唔尋常嘅詢問：日本政府能唔能夠直接入原油期貨市場開空倉，夾硬將油價打低？呢個消息一出，華爾街炸晒人。摩根大通日本首席外匯策略師第一時間公開嘲諷，覺得呢件事幾乎冇可能發生，因為連日本政府自己都搞唔清咁做到底有冇法律理據，更何況全球交易所一早已經明確反對任何政府對期貨市場進行行政干預。但真正恐怖嘅從來唔係做唔做到，而係點解會動呢個念頭。一個手握超過5兆美元海外資產嘅超級經濟體，竟然考慮做一件可能違法甚至破壞市場機制嘅事，背後只係說明一件事：佢哋已經行到無路可走，所有正常嘅工具已經用晒，而家剩低落嚟嘅係一個輸紅咗眼嘅賭徒喺台上面亂夾籌碼。所以重點嚟啦，呢個唔單止係日元跌穿160咁簡單，亦唔係純粹嘅匯率問題。我哋而家面對緊嘅係一個可能引爆全球流動性嘅黑洞。而你而家最需要關心嘅，從來唔係去日本旅行係咪平咗，而係當呢個體系崩潰嗰陣，你嘅資產會唔會俾人一齊吞埋入去？咁呢件事同黃金有乜關係？好簡單。如果你睇唔透日本國債市場呢個全球最大但又無人敢篤穿嘅龐氏騙局，你係無可能睇得明跟住落嚟黃金到底係會暴跌，定係進入史詩級嘅主升浪。我哋將時間拉返去40年前，1985年廣場協議，美國逼日元升值，本質上係開出一張長達40年嘅賬單。日本當時全盤接受，結果日元喺短時間內由240直接升到120，出口崩潰。日本選擇咗一條最輕鬆嘅路，印銀紙、減息、吹大個泡沫，資金無進入科技領域，反而瘋狂湧入房地產同股市。東京地價暴升，日經指數飆到38915點，日本甚至開始買起美國嘅地標資產。但泡沫從來唔係意外，而係逃避現實嘅結果。1990年泡沫爆破，銀行體系被壞賬淹沒，日本面臨選擇，改革定係拖延。佢哋揀咗後者。跟住落嚟嘅30年，每一步望落去都好合理。減息、零利率、量化寬鬆、負利率，最終將整個國家推入一個冇辦法自我運轉嘅狀態。國內利率被壓到接近0，政府靠發債維持運作，央行自己再買翻嚟。結果係點？債務由佔 GDP 嘅60%飆升到超過230%，總額高達1342兆日元。但點解仲未爆？因為利率以前只有0.33厘，問題係而家唔同晒啦。10年期債息去到2.37厘，30年期3.7厘，40年期更加接近3.9厘。借新債還舊債嘅成本正在失控。2026年日本發行180兆國債，當中70%半者係為咗找返舊債嘅數。喺數學上，呢個就係龐氏結構。好多人話日本國債好安全，因為90%債務喺國內人手入面。錯啦，呢個叫相互確保毀滅。銀行、保險、強積金、央行全部綁喺同一隻船上面，邊個都唔喐得，一喐就全船沉沒。真正決定價格嘅其實係外資，而家外資佔咗交易量60%半。呢啲對沖基金唔會同你講感情，只會瘋狂訂貨。而黑天鵝真係嚟啦！2026年2月底，美軍打擊伊朗，霍爾木茲海峽封鎖，全球20%能源供應中斷，油價衝上120美元。對世界嚟講係通脹，對日本嚟講就係窒息。
能源極度依賴中東嘅日本，瞬間被叉住條命，日元崩盤跌穿160，日本央行被逼入咗經濟學最殘酷嘅不可能三角死局，加息，國債會崩，銀行會爆，印銀紙，貨幣會崩，通脹會爆。無論揀邊條路都係死路一條。更致命嘅係衣食制度，強制保險公司要用市值嚟計資產，600億美元嘅未實現虧損瞬間現晒形。為咗保命，佢哋唯有掟走海外資產，形成一個全球債息上升，日本更慘，再掟貨嘅死亡循環。日本由全球流動性嘅提供者變成咗流動性黑洞，而家仲係慢性失血。一旦爆發點出現，例如國債流標，整個系統會瞬間轉為急性崩潰。呢個就係2026年嘅雷曼時刻。咁黃金會點行？我哋可以分3個階段睇。第一，流動性踩踏，大機構面臨保證金追繳，被逼掟黃金換美金，金價短線會暴跌。第二，信用崩塌，市場發現呢個唔係普通衰退，係國家級破產，資金會瘋狂湧入黃金避險。第三，體系重構，美金體系受到質疑，黃金成為終極逃生資產，完全脫離估值模型。所以問題交俾你，如果日本真係爆咗，真正嘅避風港會係乜嘢？黃金、比特幣定係美金？留言區我想睇下你嘅答案。最後提醒大家，日本嘅故事本質只有一句話，每一次都揀最輕鬆嘅路行，最後就會冇晒任何路可以行。技術面簡單講講，目前黃金仲係區間震盪，上方4550至4600美元係阻力，下方4350至4400美元係支持。突破4600，上限4650、4700、4750，跌穿4350就會引發新一輪拋售。最後聲明，本頻道所有內容純屬市場觀察，唔構成投資建議。市場波動正在放大，請務必控制風險。如果你睇到呢度，代表你已經比市場上90%嘅人更接近真相。幫我撳個掣，俾個 like， 訂閱頻道，開啟埋小鈴鐺。我係黃金獵殺線，我哋下集見，拜拜。